大家好，我係六愛班冼柏希。我係六愛班劉銘峰，我哋今日將會同大家介紹一本好好睇嘅數學書，而佢嘅名就係叫《貓偵探的數學謎題3：蛋糕怎麼似》。周年慶的神秘小禮物，花花文具店佢將會舉辦一個周年慶，文具同埋其他嘅文具用品都會大打折扣啊！更加令人期待嘅係買滿50蚊，佢就會送一份神秘小禮物，每個人只係限領一份。小羊同埋小兔睇得廣告好心動啊！咦，花花文具店啲嘢好平喎，不如我哋一齊去行下咯。好啊，我哋睇下有咩文具可以買啦。哇，呢個筆袋好正啊！呢個錢包都好靚喎。我決定咗要買啲乜嘢啦。我要買一把15蚊嘅鉸剪、60蚊嘅盒，同埋一個40蚊嘅筆袋。我都決定好啦，我要買一盒50蚊嘅顏色筆，仲有一個20蚊嘅鎖匙扣，同埋16蚊嘅簿。哇！花花文具店每一種文具都比狐狸老闆買得平。狐狸文具店鉸剪18蚊，紙盒72蚊，銀包24蚊。筆袋48蚊，顏色筆60蚊，筆記簿19蚊。喂，你哋唔好唔記得，你哋坐車去花花文具店來回一次，每人要20蚊車錢喎。加埋20蚊車錢，話唔定仲花咗更多錢。將我哋買文具嘅錢加埋，睇下邊面平啲啦。我哋亦都可以整一個表格，比較一下花花文具店同埋狐狸老闆嘅價錢，睇下價格爭幾多，就知道值唔值得去特登去一轉啦。計一計啊，花花文具店賣嘅鉸剪同埋狐狸老闆嗰度賣嘅鉸剪爭幾多呢？如果你哋想知道更多關於數學嘅知識，你哋都可以嚟圖書館借閱呢一本《貓偵探的數學謎題3：蛋糕怎麼似》，亦都可以借其他唔同嘅數學圖書。我哋今日嘅分享係到呢度，多謝。